3月22日，十字架的預影，真正富有。以賽亞書23章15到18節。到那日，推羅必被忘記70年，正如一個王朝的年日。70年後，推羅必像妓女所唱之歌：你被遺忘的妓女哦，拿起琴來，走遍全城吧。你要巧彈多唱，使人再想起你。70年後，耶和華必眷顧推羅，推羅就恢復繁榮，可以與地上的萬國交易。他的貨財和所得的利益，要分別為聖，歸給耶和華，必不會積聚或儲藏起來，因為他的貨財必歸給那些住在耶和華面前的人，使他們吃得飽足，穿得漂亮。錦昌自幼出身貧窮，所以佢立志以金錢為人生目標。憑住個人聰明才智，佢利用各種嘅手段積累咗巨額嘅財富。但係喺錦昌嘅內心始終係充滿不安，彷彿一場場商業競爭嘅波濤隨時都會將佢淹沒。佢嘅安全感同財富緊密相扣。隨住社會快速嘅轉變，錦昌發現到個人嘅意志冇辦法控制。喺某一日，政府政策突然嘅改變，錦昌嘅公司陷入困境。技術迅速嘅發展，新興企業嘅崛起，佢嘅事業江河日下。錦昌望住不斷減縮嘅財富，雖然未至於債務累累，卻係已經不復當日嘅風光。有一日，錦昌喺公園漫步，迷茫咁思考自己嘅人生。點解竭盡全力去追逐金錢，最後係得到咁嘅下場呢？當佢感到絕望嘅時候，目光落喺一班喺草地上玩緊嘅孩子身上。佢哋並唔富有，但係卻充滿純真嘅快樂。呢種快樂彷彿從未喺佢嘅人生中出現過。佢心諗，喺追逐嘅過程裏邊，我究竟係咪失去咗一啲基本而又重要嘅嘢呢？我可唔可以再重拾佢哋呢？以賽亞書23章為上主給列國最後一個嘅默示，講述嘅係推羅嘅命運。呢座位於地中海沿岸嘅城市，係古代近東世界嘅貿易重鎮，航海商業嘅表表者。因為佢與以色列接壤，所以推羅同以色列之間係重要嘅貿易夥伴。喺23章7節，我哋知道推羅被譽為歡樂嘅城。23章8節指出，推羅財力雄厚，生活奢華至極，因為佢擁有貿易中心嘅地位，享有尊貴同埋貴族嘅身份。但係上主就藉住先知以賽亞嘅口，向推羅宣告審判。這座城將要滅亡。當時聽眾必定感到難以想像，因為根本就冇任何滅亡嘅痕跡。但係上主係歷史嘅主，佢嘅計劃同埋旨意總係喺人嘅意料之外。歷史亦都證明到，最強盛嘅經濟體最終亦都要走向滅亡。因住上主計劃與眷顧，到那日，推羅會再度興起，重現歷史嘅舞台。而喺嗰日，推羅唔再係嗰個一味追逐財富、奢華享樂嘅城市，而係藉住上主嘅旨意，成為分別為聖、
按上主嘅道善用財富，祝福世人嘅忠心管家，就好似23章18節所講，使歸向上主嘅人得以吃得飽足，穿得漂亮。耶穌基督親身示範咗真正富有嘅生命，佢並非以積聚萬物為目標，反倒虛己，與世人分享佢嘅一切，甚至佢嘅生命，讓每個願意悔改歸回嘅人得着富足。喺基督裏邊，真正嘅富有不在於個人累積咗幾多財富，而在於彼此分享，互相豐富咗幾多。呢個係天國真正嘅富足。默想反思，試從0到5分俾一個分數，表示財富對你嘅重要性。點解你會選取呢個分數呢？佢又反映咗財富對你有咩影響？你又認為耶穌基督對財富嘅態度有啲乜嘢嘅特別？對你有啲咩嘅影響？